鄭寶鴻嚇，就40年代後嘅人嚟㗎啦，今年都68、9歲㗎啦。咁咧就係由1970年開始咧，我就開搜集嗰啲錢幣嘅，包括香港嘅鈔票同埋啲 coins 啦、銀幣啊嗰啲幾百、1000幾百隻都會有㗎啦。紙幣咧，我相信都有幾百張啊。我喺呢度住啦，我都想理解下呢度以前係點嘅。咁因為我工作上咧，好多時都可以換到啲舊嘅香港鈔票，所以我對香港嗰啲早期啲鈔票咧，就係都嗰個古典美咧，都好欣賞嘅。咁亦都咧由啲鈔票想研究翻香港早期啲貨幣歷史。咁香港咧曾經亦都有間鑄幣廠喺而家銅鑼灣嗰度嘅。咁啊，都係鑄造呢啲咁嘅1文啊、1仙，一路去到1元嗰啲銀幣嘅。去到1979、1980年咧，中國改革開放咧，咁喺筲箕灣啊，同埋香港仔啊，有啲金鋪啊，甚至有啲雜貨鋪啊咁。咁當時好多漁船咧喺內地都會帶到啲呢啲咁嘅銀幣嚟香港嘅。好似嗱，或者類似呢一個啦，喺西班牙喺墨西哥鑄造嘅貨幣。咁樣咧就曾經亦都喺香港用過，當然啦，最先都喺中國用嘅。咁佢嘅年份咧就係1806年，相對香港開埠或者鴉片戰爭咧仲早嘅咁樣。但係咧佢已經流入咗中國嘅啦。咁仲好得意嘅，我哋發覺到咧，而家即係用個 dollar 一個 S 動一動或者動兩動咧，就係源於呢個嘅。1863年咧就係喺英國鑄造嘅，係香港第一批硬幣嚟嘅。咁咧佢寫住叫做香港1文，咁其實個1文咧就當時係最低嘅面額嘅硬幣嚟嘅，1元咧就可以換到1000個呢啲1文嘅。咁當時個1文咧就可以買到一條油炸鬼啊，即係一個油條啊，或者一碗白粥啊，或者甚至一個麵包啊咁樣啦。1910年到啦，一個呢啲1蚊啦，香港嘅貿易銀啦，就可以咧買到1尺大角咀嘅地，成棟樓咧連埋上面起4層樓咧。大角咀嗰啲大概就係1000蚊港幣嘅啫，即係1000個呢啲可以買到一棟樓。而家我相信你揾過呢啲啊，真係咧交租都交唔到啦。